歡迎你嚟到說營養。今集為你講下4色車厘茄嘅唔同營養價值同埋味道，請收睇到尾，睇下邊一種顏色嘅車厘茄你會比較喜歡啦。紅色嘅車厘番茄呢一種係最常見嘅顏色，味道通常都係甜中帶酸。佢哋含有豐富嘅番茄紅素，呢個係一種強效嘅抗氧化劑，有助於保護心血管健康。黃色車厘番茄呢啲番茄通常比紅色嘅更加甜，酸味比較少。佢哋含有較少嘅番茄紅素，但係含有豐富其他嘅抗氧化劑，例如胡蘿蔔素，對眼睛健康有益。橙色車厘番茄，橙色車厘番茄喺甜度上介於紅色同埋黃色之間，口感較為柔和。佢哋含有豐富嘅胡蘿蔔素，對視力同埋免疫系統有幫助。綠色車厘番茄，綠色車厘番茄係比較少見，通常呈現未完全成熟嘅狀態。當佢哋成熟嘅時候，顏色會變成黃色或者係紅色。綠色番茄通常味道較酸，但有啲品種嘅綠色番茄係可以非常之甜，並且係含有較高嘅維生素 C。